南投第三个延庆社区推广着在地特色，推出着做番薯包的体验，用第三出名的番薯甲笋仔来做，为地方的特色产业来尽一份的心力。番薯包是第三镇真出名的点心，延庆社区利用这个特色推出制作番薯包的体验。每一摆若是有贵宾来这参访，都会体验看卖，希望替社区产业尽一份心力。英语也是回馈我们社区据点的食材费，所以我们希望都是一直在推广我们社区的产业。制作好食的番薯包需要注意真侪美感，在咧体验的过程学到制作的撇步，后来延庆社区参访的民众拢感觉真趣味。那我们刚才做了竹笋包，我觉得这真的都是我们平常没有接触的东西。要如何饮食经营，对每一个社区来讲是真重要。延庆社区推出这款的体验，唔乃当展现第三镇的在地特色，乃当增加收入，和社区的发展会哪来哪好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